来讲，新北市树林甲桃园龟山交界这个大东山观景台附近，昨晚夜6点外，有一个今年9月要读大学的少年人，爬起咧高压电塔要翕相，结果呢，和高压电去电到栽落到涂骹，这个火星佫引起火烧山。警察人员到现场发现时，这个20岁姓谢的少年家已经亡性啊。伊女朋友手机也翕到当时爬起咧电塔的相片，煞变成伊最后的身影。 火光为树林内底一直烧出来，警消人员是办火急牵水线来拍火。伫咧新北市的树林甲桃园龟山交界的大东山，昨晚暗6点外熊熊火烧山，原因是登山客为着翕相所引发的意外。事发地点其实就在大同山的一处拍照秘境，这里可以远眺庄北的市景，而且还可以欣赏落日跟芒草的美景。男子疑似就是为了想要捕捉这样的美照，所以冒险爬上了高压电塔，没想到发生意外。过往的查甫人爬起高压电塔相关的所在，这张相片是报案的相是女朋友翕的，将做死者最后的形象。 伊报案讲，甲20岁写姓查甫人到这爬山，伊为着翕相，就爬起哩电塔，想袂到烧拍电了后落伫涂骹，不幸过往，山顶悬的火就引发着火灾。导火地点伫咧弯曲的山路行到底的所在，是正恶求水线来救，佮配合台电断电，才甲火拍发。 今仔日一透早，台电人员甲火调人员嘛到现场调查。其他登山的民众表示，这有影是出名的翕相点，不过高压电塔拢有坑景示牌。中南北看过有人为着翕相爬起哩。呼吁大家真的来这边这么美好的景观，你并不需要去爬电塔，想要拍这边的美景，并不是大台北地区，并不是在这个，是在我们前面那边。遭电击坠落至地面草丛，并引发山林火警，赶赴现场协力扑灭火势及救援。 为男子当场明显死亡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写姓查甫人9月就要成做大学生，甲朋友烧酒爬山，却意外无命，留予家属无限的悲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